交翻啲專業人士處理翻隻知啦。可能話工作人員將個注意轉移下先，因為落嚟咧就係我哋精彩嘅舞獅表演。好啦，我哋跟住有師傅，跟住有師傅過去嗰邊，跟住我哋加翻先。好啦，跟住有請醒獅嘅朋友可以 stand by。好啦，最令人期待嘅醒獅環節嚟啦！醒獅點睛係傳統祈福儀式，點睛醒獅要以龍騰馬躍，鴻運當頭。今日特別邀請主禮嘉賓們上台為醒獅點睛，請工作人員準備金筆。好啦，首先由左邊第一個獅開始啊，就有請陳克勤議員 SBS KP。陳旭副處長陪同陳錦平主席 MH、曾慶華副主席、林宣勤會長，第一隻。跟住第二隻先係李志堅議員、林振昇議員、莫錦貴議員陪同程美如常務副主席、周偉文常務副主席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第三排師就係鄺子仁總督察、黃少光主任、吳宇泰警長陪同香松敏主席、孫培恩副主席幫我哋點睛。參咗花，掛咗紅先。好啦，請各位拎起金筆。參咗花先。好，參咗花。好，首先參花掛紅。好，參花掛紅啊！生意興隆。你企後少少。好，跟住落嚟咧就到點睛儀式咯喎。嗰啲筆咧？係啦。好，麻煩我哋啲主禮。一點左眼，生意興隆。財源廣進。3點額頭，吉星高照。4點獅嘴，百業興旺。好啦，大家影張靚相先。好，一齊望一望呢邊影多張相。